會肯做咯，有攞啊你做，有做即係冇得揮，仲啲係揮。30公里遠離，要落車請喺到達前提早集中。有得插。The next stop is Waterford 真係 Pool。下一站是模式公園泳池。請緊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。請前握扶。Newsprint 都嚟咗幾大個啦，Newsprint 都有送過一單香港一班大陸啦，都有2張有3張卡。喺越南冇聲氣啫。嗰個係啊，冇聲氣。下一站係永光書院。The next stop is Windsor College。下一站是永光書院。請緊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。請緊握扶手。下一站設有分段收費。下一站係世界花園。The next stop is Rosewhite Garden。下一站是世界花園。咁都唔同。今朝早就涼啲咁解。今朝早啊涼啲。 2026年1月25日，座位設有安全帶，乘客必須佩戴。18、19度至23度。玩23度。 25th January 唔係今日23度啊，琴日唔係啊，玩23度。琴日去到18度啫。 2026年1月25日起，無座位不過已設有安全帶。冬天都好似未開始凍，未開始真係咁樣凍。係啊，未真係開始。上個年哇，呢個時間都13度啊、12度啊、9度啊、10度啊，係啊。幾鬼凍啊！上個年，今年可能爭。
越叻啦，叻到叻啦，叻到變叻啦。係咯，休閒係咯，睇幾個人補習㗎嘛，一個補一科啊，一叻啦，李嘉誠啊都讀到書啦，咁計啊，7、6歲都讀到書啦，咁樣啊，係咯，我喺度講啦，有錢都唔同啲啦，係咯。心情係咯，日日都有生意做，咁啊心情都唔同啲啦，啲但係都仲嗰啲有錢咧，但係仲嗰啲洗底㗎嘛。係啊，同嗰啲啊，從好耐冇打電話俾你喎，係啊，有俾個電話你啊，喂，今排點啊？我捉佢入去啊，冇捉佢入去。捉入去好難講嘅，癲癲地有陣時候，有陣時候搞搞震嗰啲有癲癲地啊，間中都。哦，你又唔會害你嘅，冇乜點好，冇乜嘢 OK 嘅，啫，冇乜嘢，天天即係天。癲你啦！突然間8成經我阿媽咪捉佢入去坐下咯，唉，休息下度假啊嘛，衰仔度假你都唔想，度下假啦嘛。哇！你差佢捉人，捉車，哇！你幾多架拉嘢？啊！嗰架車拉嘢，拉佢追埋嗰條線啊嘛，追埋嗰條線啊嘛，細條線，中間嗰條線冇問題嘅。佢裏邊最右手邊嗰度係下一站係龍亨村。係咩啊？ The next stop is Lundholm Estate。下一站是龍亨村。請緊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。請緊握扶手。佢嗰單貨寄過去啲運費都2萬。寄過2萬蚊啊！係啊， 2萬蚊啊！係啊，雙人機寄2萬蚊嘅港紙。哇！港紙2萬。係啊，再貴啲都有。哇！19000幾蚊啊！哇！係2萬蚊咯。哇！不過聽日寄就禮拜1到喎。嗰邊俾錢啊？係啊，佢哋俾啊，佢哋俾啊。佢哋俾嗰條數啊，都平啊，佢哋。下一站係夏徑口村。The next stop is Hakenhout Village。我諗住要1月中做嘅，咁快搞掂晒。嗰邊又快啫，最緊要啲箱口訂咗箱就啱用，同埋 OK。你話雖然係通
縮啫，但係都有錢喺袋，咁使嘅。都好慘㗎啦，個沙田日本仔。係啊。為咗輸血喎，中國三座山喎。係啊，中國嗰啲亂搞喎，都唔識經濟嘅嗰啲搞嗰啲。3年鐵鏈綁住中國。係啊，佢真係亂咁嚟嘅，大陸嗰啲人嚟講經濟冇得詮釋嘅。佢乜鬼嘢都中央控制嘅，控制嗰個又唔識經濟，佢諗住乜嘢都哇我死托佢咪得，係咁塞錢我咪得，乜都唔驚嘅。下一站係2050咧就爆炸㗎咯，可能黑洞。The next stop 而家都 is 死啦，啲生意都假，都冇晒生意咁啊死啦！下一站是外貿又冇，內銷啲人又冇錢，大陸唔同喎，大陸嗰啲真係冇錢 Please 喎， hold the 真係 handrail. 冇錢。真係通縮嗰陣時係冇錢喎。不過嗰啲中產嗰啲跌晒落去變翻窮人咯。咪係咯，係啊，中產變窮人咯，啲窮人又更加窮喎，窮人而家翻去鄉下耕田喎，真係變翻做富咗哇！冇人行喎，成條街啲人口少咗，佢話人口少咗多大陸啲人話喎，唔知點解喎。佢話鄉村又冇晒人，城市又冇晒人，啲人去晒邊啊？冇人咁啊冇消費啦，自然不然。本來你有人都要食飯㗎，哇！成條街都冇人咁咯，啊鋪頭多過人咁咯。係啊， 4、5、6日連續4日，跟住隔一個禮拜，再下一個禮拜個禮拜5又放假，禮拜4同禮拜4。禮拜1抽血。你係喎，你禮拜1抽血喎，好彩我聽日去唔啲貨啫，去晒啲貨，係㗎。真係今日真係好啱啲貨到，整埋裝埋箱。4月份做咗一單，3月幾4月幾就做一單，而家8月幾9月幾10月又做一單，北美做咗2單咁樣。做咗2單要。係啊，今年做咗2單㗎啦，我同你之前有一次都搞掂咗㗎啦。KO 咗一次啊，30箱又係。呢個8月9月10月又走一單。走2單㗎啦，北面嗰度走咗2單貨㗎啦。下一年就死啊！下一年冇晒單，啲人冇晒單，今年呢個10月11月份都落晒單。下年啊，下揾一1064喎。訂翻。係啊，咪嗰日咪去咗嗰啲。啲1064嗰度記得喺奧斯卡訂翻嗰啲1064啦，整啊，又訂翻啦，訂翻啦又。下一站鐵有分段唔知訂幾多批，訂幾多次，咁啊訂咗1次嘅定係去香港嘅啫。大陸啊冇嘅，大陸一向都冇嘅，係淨係香港嘅啫嘛。1064係奧斯卡永遠都係嚟香港嘅，唔會去華輝嘅。下一站是海福花嗰園。啲男明星咧就華輝供應嘅，做咗啊李小姐呢啲單嚟嘅，華輝做埋佢食埋。請緊握扶手。
訂一次嘅，而家隔一年嘅，佢啲生意佢自己冇生意冇計，佢都同人訂，佢都冇全派，下一站都係幫你係必得里。生意唔好啊， The next 本 stop 仔生意 is 都唔好， Cheetah 都話 Lane。生活佢都話生意都唔好啊，啱嘛？通縮啊，通縮下一站係是啊，基德里通縮。沙連，佢叫做真係好請慘啊緊握沙連扶。手。Please 不 hold 過 the 佢係最 handrail。勁嗰陣時通縮。請緊握佢仲有扶好多手。科技，即係衰都衰唔晒，你係要揾佢訂嘅。全世界嗰啲晶片啊，嗰啲油啊，嗰啲電子系統啊，電視機嗰啲技術啊，佢衰極都有爛船3分釘。佢有好多科技喺度，知唔知？美國有啲日本仔好多科技嘅，你係靠佢㗎啦。有啲好尖端嘅，有啲精密嗰啲咧，嗰啲金屬啊，哇磨到嗰個縫合處100%嘅，啱嘛？係啊，一合埋咗，哇睇唔到喎，原來嗰度有啲嗰啲精密度好高，日本仔精密度好高，精密度係啊，德國佬咧就係嗰啲大型重機械啊，船啊。咩轉隧道嗰啲機啊，嗰啲重工業咧，嗰啲德國佬咧就重工業哇好多唔睇嘢，哇好多肥鴨喺度， The next stop is 老水鴨我喺德國咧，德國話8個要點幫烏克下一站蘭是美輝街。 8個要點啊！請緊握扶計劃手。計劃8個計劃， Please 救 hold 烏 the 克蘭 handrail。哦，德國請緊握扶手。德國啲重型機械好犀利嘅又係，嗰啲挖泥機啊嗰啲好犀利啊，嗰啲點樣教佢？ Caterpillar 好似係唔係喎 Caterpillar 係美國佬喎，佢啲重型機械好犀利嘅德國佬，日本仔咧就精密機械，係機械嚟嘅，不過好精密嘅，好似啲管啊，哇完美嘅，整到好似完全都好似冇虛位嘅，插落去哇兩嚿嘢一走埋一齊，哇拼到合晒嘅，你都唔知元件嚟喎，兩件件拍埋一齊，啲日本啲精密好犀利嘅，啲細微嘅精密嘢啊，啲醫學啊好強。德國佬嘅重型機械，挖隧道機啊，嗰啲轉機啊，哦，石油嗰啲機啊，化學工業啊，嗰啲生產化學工業嗰啲機啊，嗰啲技術好犀利。美國都一樣一啲。下一站係美泉樓。下一站係美田巴士總站。The next stop is Mayton Bus Terminus。下一站是美田巴士總站。請緊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。請緊握扶手。
巴士總站。The next stop is 美林 Bus Terminal。下一站是美林巴士總站。請緊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。請緊握扶手。各位乘客，本班車已經到達美林，請各位乘客落車，多謝乘搭80線。